今日各大返內地嘅口岸都爆晒棚啦，特別係福田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橋啊！大家睇睇，揸下車，人有三急，真係唔知點算喎！通往深圳灣口岸呢條大橋都係超塞啊！聽講上咗呢架的士真係跳標都跳死你啊！呢啲假期我就唔會返內地啦，因為實在太逼啦，去邊度都咁多人，內地冇復活節㗎，所以好多食肆啊，又或者娛樂場所啊，唔會因應香港有復活節而特別加價咯。頭先晏晝我都出咗去尖沙咀啊，大家睇下我哋香港核心旅遊旺區嘅景況。喺尖沙咀呢條街都見到好多內地嘅旅客，但係真係冇以往想象中咁逼啊！以往好多香港做零售業嘅老闆啊，係好中意假期㗎，因為一到假期咧就會有好多內地嘅旅客落嚟買嘢啊。但係而家風水輪流轉啊，我身邊好多香港嘅朋友都會選擇喺呢幾日北上消費啊。所以作為香港街鋪嘅老闆們，其實見到假期咧真係頭都痕埋啊！你哋呢幾日會選擇落嚟香港玩嘛？如果落嚟香港玩嘅話，會選擇去邊度玩啊？還是你會寧願留喺內地啊？留言區同我分享下你嘅睇法啦！